台湾呐。 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寇秋晴，我是台语的主唱叶林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强。今日在遮是要甲大家乡亲吼，甲恁鼓励大家爱用母语来创作，像阮寇秋晴，一个讲台语，一个用客话，但是阮拢用阮的母语来写 rap， 所以阮希望，尤其是少年人、少年囡仔，你会当用你的母语来写歌词，来拍电影嘛好，多讲你的母语。尤其像我们去年底的时候，有在办一系列的母语讲座哈，想跟很多年轻朋友分享我们创作母语的过程，就想希望鼓励一些年轻的朋友，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，你可能喜欢画画啊，或者你喜欢写小说啊，用你的母语创作，用你的自身的天分去创作。也许你是原住民，好，那你就用原住民的图腾来做设计，好，来发挥你们原住民的一些想象力。 让这个原住民或是母语的文化呢，可以更加散播到这个市场去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倒一个族群，甲我同款，是河洛人，还是甲伊同款是客人，还是原住民，不管你是倒一族，多用你的母语，让母语不会断掉。在我开始写 rap 的时阵，我嘛是用北京话在写，但是写到最后，我感觉北京话袂当表达我上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，所以写到最后，我是感觉用我的母语台语来写。 而且，因为 rap 伊是毋是用唱的，是用念的，但北京话敢若有4个音尔。但是阮的母语台语和客话有8个音，所以你用念的，就亲像咧唱歌共款。所以用母语来 rap 比用华语 rap 还要适合。那我们也常常被人家问到说，我们用母语创作这样子会不会没有市场啊？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，如果大家都愿意支持母语的创作的话，母语自然就会有市场。 好，我们不用市场很大，我们不用想到说哇，我们要有全台湾的人都在听母语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一群人很支持母语的创作的话，那我们这些母语的创作者，包括我们啊，或是署命啊，或者其他的母语创作者，都很乐意贡献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写成歌曲，或者拍成电影啊，或是书籍等等，让这些东西在市面上流通。那进而进之，我们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或许可以往国外发展。像我们这几年都有去国外表演，虽然国外的人也听不懂我们在唱什么，当然了，我们讲。 北京话他们也是听不懂嘛，哈。那问题是我们的音乐吸引到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台湾的元素、台湾的语言、台湾的特色就在这边。那一定要多使用母语创作，不然的话就太可惜了。做回来拍片后，外国人嘛爱哈台、哈客、哈原住民。我是啥台湾，有用钱，有300人慢打，强那改好。